悄悄靠近，千万不要惊动他们。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一定要先发制人，非常时刻灵活应变，才能解除他们的武装。这都是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让我们？首长，收到。等一下，先听我说。老聂，我们在没有确认身处危险时，一定不能首先开枪。大高，马努特来了。啊！先生，我的妻子和女儿在哪儿？马努特！哎呀，是他，就是马努特，是他，马努特来了。工作先生，冷静一下。目前现场正在清理，有潜在的危险，您不能过去。副总统先生，打扰一下，请问一下，这次爆炸您觉得是意外吗？总统先生，现在汽车爆炸原因尚未查明。如果有人为因素，您认为这是卢尔的报复行为吗？您相信这是人为的吗？这跟总统卢尔有什么关系吗？我的女儿在这次意外中丧生了，我还没找到我的妻子。我在这发誓，我一定追查到真凶，找到这些恐怖分子，让他们血债血偿。老聂，你不要胡来啊！他的腿被卡住，身上多处骨折，快叫人帮忙！快让人帮忙！童医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他的腿骨折了，想办法把这椅子挪走。好，来，慢点，别划伤他的腿，小心！指导员，可疑目标与特征动作，请指示。彤彤，快！趴下！
过去看了啊，注意安全。什么？到！通知咱们所有人，严守站位，防止走乱。是。不动队长，我想您这些人应该撤离了。你也听到枪声了，这很危险。不，我要陪着我的女儿，我就在这儿。保护副总统。是。牧羊，现在情况怎么样？放心吧，队长，我正盯着呢。报告队长，无人机被击落，失去目标位置。客栈队都有，全力搜捕目标位置。是。怎么样，志友？这交给我们了，去帮指导员。好。监视住，抬走，快！我们接到了最新的消息，一辆开往基础巴士在途中发生了爆炸。经证实，马努特妻子和女儿也在此次的事故当中。马努特的女儿已经确认死亡。中国维和部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帮助救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场马努特的支持者们情绪都非常的激动，维和人员正在努力地控制着局面。笨蛋们！观察现场态势，如果一旦有危及我方人员或者是伤员的，要严格按照维和交战规则处置。是。战士们，卢尔已经对我的家人展开了无情的攻击。今天他能够伤害我的家人，明天他就会向你们的家人动手。我们并不是为了争夺政权而战，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园战斗。我相信，我的军人们一定会站在我这一边。战士们，听我的命令，准备好开战！停下！快停下！班达，你来这儿干什么？啊，班达，是班达吗？他怎么来了？先生们、女士们，自塞利亚战争爆发以来，总统的女儿始终做着和平使者，她没有任何职务，但始终为丹城乃至塞利亚的民众作为发声者和保护者。
他用自己的努力化解冲突，让人民免遭战争伤害。班达是天使，是塞利亚的天使，塞利亚因有这样的天使而骄傲。你在哪儿？我马上就会回去了，老板。事情很顺利，他们在交战。你成功了吗？你个蠢货！现在班达来了。什么？此次马努特的女儿在袭击中身亡，战争一触即发。我们期待班达小姐，塞利亚的天使，能再一次拯救塞利亚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是本台记者 Michael， 现场为您播报，谢谢。阿明叔叔，我爸爸派我前来帮助你们。马努特那帮人现在特别的危险，既然你来了，我就得保护你。待在这里，千万不要随便乱走。没关系，我一点也不怕。马努特叔叔，请您冷静。他要干嘛？战士们，如果有任何人敢伤害班达小姐，不管他是谁，我们都开火。是的，长官。我是班达，鲁尔的女儿。今天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解决这个事情的。请大家不要慌乱，冷静一下。我们已经让塞利亚饱受各种血腥了。班达，你不应该来这儿的。马努特叔叔，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现在过来了。班达，你来这里干嘛？马努特叔叔，我听说了我的婶婶和妹妹都在那辆车上，你能听我说几句吗？我向上帝发誓，我父亲没有做这样的事，这一切肯定是有什么误会。这是误会吗？你的父亲是不是以为我也在巴士上面？无辜的平民就这么死了。这个就是代价。我们军人的生命是生命，这些百姓的生命就不重要了吗？队长，你这么说就有点过分了。指导员想这样吗？我们要遵守维和交战规则。身为一名军人，要对得起头上这顶蓝盔，胳膊上的这面国旗。回去吧。童医生他醒了。您感觉怎么样？好点没有啊？马努特。您说什么？马努特。马努特？您说的是副总统马努特先生吗？他是我的丈夫。您是副总统先生的夫人？是的，是你
救了我，我很感激。我的女儿在哪儿？她在哪儿？很抱歉，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你女儿。她是不是死了？求求你，帮我联系到我丈夫。好，我现在就联系您的家人。啊，情况紧急，立刻上忙。老高，你觉得班达他会劝住马努特吗？我觉得够呛。你说这马努特刚死了女儿，现在老婆又不知所踪，他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是。叔叔，为什么你不能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再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呢？班达，这件事是我和你父亲之间的事情，你不要插手。士兵，立刻带走班达，他必须要离开，不要让任何人伤害到他。遵命，长官。班代小姐，走吧。我不走。马努特叔叔，你能听我说几句吗？如果你这样，你会后悔的。我后悔？你没看到他对我家人做了什么吗？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我都要给我的妻子和孩子报仇。士兵，带走他，快点！班大小姐，叔叔，走吧，带走。先生，联合国医院已经找到了您的妻子，你要过去看看她吗？真的吗？你说的都是真的？没错。立刻带我去。士兵，不要动，在这儿等我的命令。纳达尔，你还好吗？我们的女儿在哪儿？好了，冷静下来。是谁救了你？那个童医生。医生？谁是童医生？我不知道，先生。找到童医生。是的，先生。快点。好的，先生。没事了，宝贝儿。我在这，别担心，别担心了，会好起来。您好，副总统先生。啊，您是童医生，是您救了我的妻子。不论我说什么，都表达不了我的感谢。请您相信我。马努特以后会是你的朋友。如果在以后你需要任何的帮助，请及时告诉我，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你。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应尽的职责。您刚刚的意思是说，无论我有什么样的要求，您都能答应我，对吗？是的，没错。那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希望您能立刻撤掉现场的军队，重新调查一下此次巴士的爆炸事件。我不想再有任何人白白牺牲。我替单城10几万的平民由衷的感谢你。好的。
我向您保证，我立刻撤回军队。谢谢。不，应该我谢谢你。马努特的夫人和女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可当我看到他女儿的尸体，当我从残破的车里救出纳达尔的时候，心同样是痛的，痛得难以自已。为了救纳达尔，我跟聂风用尽了全力。我知道他的选择是对的，那个时候我是他的战友。那个时刻，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选择。可是我知道，只要多给我哪怕1分钟的时间，我就有可能救出更多的人。班达是天使，他用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去偿还父亲和马努特所犯下的过错，他值得所有人敬仰。按照我的命令执行，行动，不等行动！这个就是代价。身为一名军人，要对得起头上这顶蓝盔。爸。谢天，你接电话了就好。我看电视新闻里边说，你们那边又打起来了，怎么样？你没事吧？没事，爸，我刚从现场回来，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放心吧。这就好。爸，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挺好，一顿2馒头，不敢多吃，怕消化不好。哎，看你这情绪有点不对头啊，有啥事跟爸爸说说。爸，其实最近发生了挺多事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这心里啊挺纠结。儿子，这世上的事儿啊，哪有绝对的对和错啊？只要有2字，无愧。无愧于心，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天地，就足矣。你呀，就是太纠结了，洒脱点儿啊！我懂了，爸。有事儿多和聂风、边强他们交流交流。你们仨在一起，爸放心。好。爸，你也是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回国见。嗯。说说吧，你和建成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装，再装，装，对，再装像点儿，对对对。我们俩挺好的，老搭档嘛，还那样。老搭档，还闹别扭呢？闹什么别扭啊？他，教导员，你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了。他这个人呢，他个性你又不是不明白，自己心里这坎儿过不去，他就是过不去。绝食呢？谁呀？宋建成啊？啊！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给我吃饭，跟他说这是命令。这是我交给你了啊！我要听说他还没吃饭，我找你算账，听见没有？不吃饭不挺好的吗？省粮食了。你就给我耍贫吧你！啊！
最关心他的就是你。我告诉你，聂风，营长最早让你当这个特战队队长，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觉得你太不受拘束，总是给我惹事儿。但是后来我也反思，可能是我太保守。非常时期随机应变，特战队应该让你来管。哎，教导员，你可别这么夸我啊！我聂风有几斤几两，你最清楚。如果我做错了，你就尽管批评我，受得了。你以为我夸你呢？啊，我现在对你还是不放心。所以我说这事儿，建臣不一定就是错的，你不一定就是对的。跟我说说，你当时怎么想的？我没怎么想啊，可能出于我自己本能，只要是我能保护的人，任何人想要来侵犯，都是我的敌人。聂风，我假设，也许只是个小概率的事件。假设这个平民，他只是跟沙克一样，被恐怖分子手里塞了把枪，他是被逼无奈的。那你想没想过，你的这种行为，有可能误伤一个无辜的人？是，但是当时也考虑不了那么多。教导员，以我自身经历，摸爬滚打，也吃了不少亏了。像小鹏那样的事儿呢，确实挺突然的。他当时也是靠自己的本能来判断眼前的事情。就像这次事件，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准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让那些有可能危及我们安全的人丧失攻击能力。你们俩给我和营长出了个难题，真的没办法说你们谁一定就是对的，谁一定就是错的。我只想说，聂风，你们一定多站在彼此的角度考虑问题。你们把这件事儿当成，或者说化为我们这个特战队研究的课题，留给后续的部队。啊？想不到我只离开1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多亏了你们了。王阳女士，你们不用谢我，真正该感谢的是院长。谢谢你，张院长。我代表联赛团向您和这里所有的医护人员由衷的表示感谢。塞利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没有你们，昨天这里就真的变成地狱了。您过奖了。身为联赛团的一员，救死扶伤，是我们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责任。童医生，这位是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联赛团的最高行政长官欧阳丹妮女士。欧阳女士，这位就是童医生，就是他昨天救了马努特副总统的夫人纳达尔。你好，童医生。你好。我很意外，没想到救了总统夫人的英雄
竟然是一位这么美丽又勇敢的同胞。不敢当。我听说那天的情况非常危险，如果再晚几分钟，你也会有生命危险。作为维和战士，我责无旁贷。中国军人了不起，这次危机能够顺利的解决，你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代表联赛团，感谢你。不聊这事儿了。哎，对了，我有个事儿真忘了问你了，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叔叔是不是住院了？一直没告诉你们，住院好多天了。我打电话问他呀，他都说身体挺好挺好，都瞒着我，不想让我惦记。可是他越这样，我这心里……叔叔什么性格你肯定知道，要强他肯定不会告诉你。不过你放心，肯定没大事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是想啊，只要我爸这身体没事儿，我怎么样都行。老宋，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好好请个假，回家去，好好陪陪老爷子。他呢，也不惦记了，你这个心呢，也放下了。老边，咱要是有空回家了，一起回去看看咱爸。必须的。记者麦克现场给您报道，联赛团和鲁尔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刚刚公布了巴士爆炸的遇难者名单，副总统马努特的女儿赫然在列。马努特谴责鲁尔是凶手。那么在30分钟之后呢，总统府将为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麦克在塞利亚现场为您报道。各位记者，请坐下，谢谢。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这次巴士爆炸事件。我和副总统马努特之间的争执，完全是因为治国理念和价值观不同而与私人恩怨无关。很多人都知道马努特跟我是同窗好友。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也是好姐妹，所以我代表塞利亚政府强烈谴责一切恐怖主义，查清此事，通报国际社会。现在各位记者朋友可以提问了，问题越简短越好，谢谢配合。总统先生，据我们所知，最近在丹城接连发生了一些恐怖袭击事件，请问这方面的调查现在有什么样的进展吗？据有关部门证实，塞利亚的一些组织与境外的恐怖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请问总统先生，政府方面为什么不公布调查结果呢？调查还在进行中，请相信政府会给公众一个交代。总统先生，有关在巴士现场枪杀平民的行为，有消息说是早就得到了政府方面的同意。那您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作为政府，我们从来不会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永远不会。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妥善地安置他们。谢谢你们无私的厚爱，我们政府会全力营救受伤的难民。
也会给难民营一个合理的解答。首先，我会代表我的父亲卢尔，亲自去难民营看望他们，也会配发必需的物资。在那之后，我们会尽所能的帮助他们。哎，老板，我们没想到纳达尔会活下来，我以为他们会开战呢。你这个笨蛋！中国维和部队正在搅乱一切。我告诉你，尽快给他们增加一些麻烦。但是老板，那些中国人真的很难对付，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能够动用更多的武力吗？这就要看你了。我刚刚告诉过你，尽量给他们增加麻烦，明白吗？明白，明白，我听您的吩咐。那个放炸弹的人处理了吗？是的，秃鹰已经把他给埋了。我们现在能做什么？让我告诉你，现在塞利亚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给鲁尔和马努特一个惊喜。深深，班达，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好多了，我的孩子。深深，还要持续很长时间，您要坚强一些。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争斗？我不知道什么是权力，我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我清楚地记得，从前我和妈妈常常去你家做客，马努特叔叔会拥抱我，他笑得特别灿烂。我很怀念过去的时光，可是现在发生的事，我难以接受。如果我能为塞利亚的和平做些什么，我会用尽我的一切，甚至生命。我的孩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是男人们之间的战争。面对塞利亚每天都在发生的冲突，我也力不从心了。但成千上万的塞利亚人民，正因为他们而饱受苦难，包括我那可怜的女儿。深深，别难过了，一切都会好的。塞利亚人民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但塞利亚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孩子，你也要小心。我明白，您好好休息。我现在就去难民营看看大家，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谢谢你，孩子。再见，珊珊。再见，班达。
太好了，对对对。我要这个。谢谢啊。班德小姐，谢谢。这个地方比较混乱，为了你的安全起见，我建议你离开。没关系的，谢谢。这里都是我热爱的人民，不会有危险的。你确定吗？是的，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了，他们都知道我。报告，难民 C 区出现异常。好，现在就过去。班德小姐，我现在要去处理一些事情，请您务必小心，保证安全。谢谢你们，我们一定会小心的。再见。拜拜。谢谢。你是谁？你们想干什么？我想给你看个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吧？跟着我们走。你们到底是谁？我不想跟你们一块儿死。班达小姐，你呀，请你好好想一想，如果这个炸弹爆了，你会死，还会连累这里的难民给你陪葬。快点！班达小姐，美丽善良的天使。你知道，我们男人看到美丽的姑娘，总是会欲罢不能，总是会忍不住的扑上去。想不到，我们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了。你听好了。我绝不会向你妥协。你没有权利这么说，你要照我说的做。你要在镜头前对着你的父亲发表致辞了，让他48小时之内主动辞职。我说的你明白吗？开始准备。
我不会妥协的，我爸爸也不会，因为他是卢尔。那好吧，如果你还是这么任性的话，等着瞧吧。走。安娜小姐，如果你还是这么不配合的话，我们就不客气了。你们知道马努特吧？他和我父亲会找到你们，救我出去的。跟你和你父亲沟通就是浪费时间。请进。找到班达了吗？混蛋马努特，这个混蛋！总统先生，请您看一下这个视频。你好啊，努尔先生，你收到我的礼物了吗？我给你48小时，主动下台。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你的女儿就能活着。假如你不听我的，你就等着给你女儿收尸吧。马上联系欧阳女士，我要马上见到她。我这就去联系她。该死，马努特这个混蛋！欧阳女士，欧阳女士，总统先生，发生什么？请坐。我不坐。我这里出了大事，班达在难民营被绑架了，联赛团要负责任。怎么会？什么人干的？你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吗？这都是马努特干的，他和总统有恩怨，他为了报复就绑架了总统的女儿班达。我1个小时前知道这件事情的，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你必须要负起责任。总统先生，现在我们不是要争论谁来负责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保班达的安全。我给你24个小时，如果我的班达没有脱离危险，你和中国维和步兵营立刻滚出塞利亚。等一下，总统先生。欧阳女士，这次很明显就是马努特的报复。欧阳女士，在你的管辖范围内出现这样的事，你必须给一个解释。如果班达出了任何事情，我敢保证很多人都会给他陪葬。欧阳女士，所以你最好想办法马上解决这件事情。好，现在我就去中国维和步兵营，请他们协助我们调查此事。阿明先生，你愿意跟我一起吗？那是当然，我也想尽快解决此事。报告，进。营长，不要。
这是在爆炸现场拍到的恐怖分子的照片，是重要线索，请求立即追查。干得好啊，牧羊！快，赶紧把这个照片复制一份，迅速发给战区司令部。是。老高，出事了！班达在难民营内被绑架了。欧阳、丹妮和阿明马上就到，咱们准备一下。走，去会议室。走。高营长，这里所有的与安全警戒相关的一切事务，都是由你们中国维和部队负责的。很显然，那些恐怖分子在报复总统。目前班达的处境极其危险，现在他的一个手指已经被切断了。如果班达小姐发生了意外，会有很多人陪葬。阿明先生，作为联合国部署在丹城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配合贵国政府还有联赛团总部寻找并营救班达小姐。但是，我并不同意您刚才的说法。班达小姐出事地点虽然是在联合国营地2号难民营，但是她的安保工作全部由她的私人卫队负责，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职责范围。所以对不起，这个黑锅我们中国维和步兵营是不会背的。高营长，我来这里就是想告诉你们，如果班达小姐在24小时之内还没有获得自由的话，上帝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说实话，这也是我多年执行维和任务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一次突发事件。高营长，这24个小时里，你们有任何需要联赛团总部帮助的，随时告诉我。欧阳女士，您放心，无论对方是谁，单从他对班达的手段上来看，已经是穷凶极恶、无所顾忌了。我们现在担心您的安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增派战士，增加对您的安保。多谢高营长。无论如何，这个事情还是要拜托中国步兵营。除了你们，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够成功解救班达。欧阳女士，我想您应该看看这个。这个是我们刚刚还原出来的照片，这个人就是在80爆炸现场枪杀平民的恐怖分子。Jerry， 立刻传送给维和警察部，让他们通缉这个人，调查清楚。好的，女士。中国维和步兵营义不容辞，你放心，我们这就准备起来。通讯员，通知聂风、宋建臣过来开会。是。总统先生，听说班达小姐被绑架了，您能说一下情况吗？我只有一个女儿，我会全力以赴地救她，但绝对不会向恐怖分子妥协的。塞利亚的人民很爱戴她，班达对塞利亚很重要，绑架她就是跟整个塞利亚的人民作对。如果她遭遇到任何的不测，塞利亚政府和人民不会饶了她。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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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下！让开！让开！让开！快点！所以他知道班达被绑架了吗？他现在在国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就瞒着他。如果他知道了，就告诉他，卢尔打算报复他，不要再向媒体公众发表声明，也不要透露任何信息，否则我就会让他好看。是的，我明白。好戏就要开始了。电箱、管道、设备这么齐全。老宋说的没错，丹城以及周边的范围内，配备这种设施的建筑很少。从墙体受损的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战区，废弃不用了。听到教堂钟声了吗？所以我们现在立即要做的是，找到周边教堂附近的交战区。我相信在这座城市里，具备这样条件的地方，应该为数不多。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个建筑我认识，那是马努特以前的仓库。阿明先生，你能确定吗？是的，我当然确定。你最好立即派人去搜查，我的人会跟着你的。好，高院长。好，聂风宋建臣。是。目标已经明确，行动吧。是。队长，就这儿。按原计划执行。宝贝，他们有我的照片，你赶紧给我打包点衣服，我要离开几天。我现在很危险，就这样。马努特这个混蛋！总统先生，纳达尔在医院吗？没错，是的。我现在必须马上要见到他。好的。纳达尔，纳达尔，卢尔先生，您不能带着卫队进医院。我在找纳达尔。您找纳达尔有什么事？一些政治上的事。纳达尔，喂，欧阳。卢尔带着卫队到了医院，现在就在纳达尔房间。总统先生，这是病房，纳达尔女士的伤还没有痊愈，你有什么事吗？你出去。等一下，童医生，我已经好多了，你可以在外面等着我的。看看路上有没有人长这样。你们见过这个人吗？没有。你们见过这个人吗？没有。真没见过吗？没有。谢谢。没见过。请问您见过画像这个人吗？没有。请您仔细看看。我真的没见过。谢谢。
请问您见过画像这个人吗？没见过。您好好看一眼。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哦，谢谢。请问您见过画像里这个人吗？没见过。请您仔细看看。真没见过。谢谢。好的。请问您见过画像里这个人吗？见过。什么时候？在哪儿？就在刚才，他开车往那边走了，就在那边。他叫什么名字？叫秃鹰。谢谢。营长，营长。照片里的人现在正往丹城西郊方向移动，听当地人说，他家就住在那个方位。我现在立刻赶去确认。好的，天琴，一有新情况立刻汇报。是。绑架班达的人，难道就是他？很有可能。咱们现在得抓他。巴士爆炸这事儿，跟他肯定也脱不了干系。聂风，收到。最新情报，照片上那个人的名字叫做秃鹰。你们现在立刻赶往西郊，一旦查清他的住处，立刻布控。如果发现目标，立即实施抓捕。是。现在塞利亚有很多人怀疑我，但我相信时间会改变他们的看法。我用班达发誓，大巴车爆炸案跟我没有关系，我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你错了，我相信你，只是你跟马努特已经变了，变得让我害怕。我求你放了班达。班达？他怎么了？你真的不知道吗？他被绑架了。班达被绑架了？打给你的丈夫，请他放了班达。他从小到大可是一直都叫你婶婶的。不，鲁尔，你错了。我相信马努特不会做这种事，我向上帝发誓。我正在考虑让马努特当上总统。我现在已经开始厌恶政治了，所以我恳求你，求求你，纳塔尔，只要班达平安，我愿意离开塞利亚。可我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我们已经很多天没有联系了。我不想撒谎，但我也只是想问你，你觉得马努特真的堕落到如此地步了？你觉得他真的变成塞利亚人民的公敌了吗？欧阳女士，您可算来了。洛尔在哪儿？跟我来。你们只有18个小时了。
各单位注意，目标已经下车。收到。是你吗？班达在哪儿？班达在哪儿？他说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瓜比班达。班达流浪了。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在你手里？你要送给你妻子对吗？你做了什么坏事儿，你最清楚。巴士爆炸事件，你是主犯。如果塞利亚人民了解到你的所作所为的话，后果会是什么？你考虑清楚。还要抵赖吗？老毕，到，把炸弹拿过来。是。队长，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你们在地下室里留下的炸弹。想清楚，你们都出去。我陪着你。我投降，我什么都交代。营长，秃鹰已经交代，他的基地在北郊，班达就在那儿，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好的，务必确保班达安全，有情况随时汇报。是。
通电话。如果投影出了什么差错，我们就废掉它。罗尔，还是交给我，投影撑不了多久的。那班达怎么办？做掉他。好的，老板。喂，兄弟，有烟吗？我没带。暴露了，开始行动！志勇，进来。老板，外面怎么了？我们被袭击了。有多少人？不确定，老板。你带点人，快点把班达给杀了。是的，老板。快去！
班达，我们是中国维和部队的，别害怕，我们走。抓住他们！把枪放下。你要再动的话，我就开枪了。老聂，我这边已经控制了巴沙，你那边怎么样？我们已经找到班达了，但敌人太多，需要点时间。好，我知道了，我先把巴沙送出去，一会儿就过来支援你，等着我。收到，收到。走，快！准备撤退。收到。在车上扣着呢。注意警戒！诸位，走！老毕，到，一会儿把巴沙带走，我和子楠去支援老聂。是。注意安全。是。南，去支援老聂。走。